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阿明姑劉浩明，歡迎收看《福氣來》。空腹營養，如果我哋以前講嘅空中小子，其實係幾多年前嘅細妹嘅，幾想去做工作。一方面，一定可以講可以坐頓飛機去我哋全世界哪度去了。同時，因為工作其實會讀到幾多無同樣嘅人，但是同樣嘅，安尼工作其實嘛幾多人去爭取，同時也要工作壓力嘛幾大。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伊係專家哦，或係當初的一個空服人員，同時伊嘛係尼泊的太陽人咯。我哋馬上歡迎你今日來賓，我哋游彩萍，彩萍來看場，彩萍歡迎。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尼泊的游彩萍。彩萍，我想問吼，我哋頭多節目一開始時講專家或係當值的空服人員嘛吼，你做會久嘅呀？做嘅8年人嘅。哦。8年嚟啊咪，其實我哋講，其實空服人員一開始係唔多好考試嘛，因為其實幾多細妹都想去做也工作，按做8年，當初係咪一開始都想去做空服人員咯？冇呢，頭擺完全冇想過。嗰陣係冇受成英語去考。係，因為嗰時我有一個高中同學睇尼泊嘅，我拄好對新加坡工作嘅經驗過來，伊都問我講，拄好從用我做幾多年咧，我來試看咯冇，我都安尼去試都幾好運嘅，都爽嘅安尼。因為我談到我談到講幾多人講，考乜空服人員啦，吼，有乜嘅考英文啦，吼，冇得講，準備面試時間，吼，然後化妝嘅時間，乜嘅發行啦，吼，要打包頭啦，吼，但是我哋呢，我哋呢另外一個航空公司可能也妝容有這個特別的要求。幾時間在考試以前有人同講過安尼嘅東西嗎？其實冇呢。唔過我等我上網去尋一啲資料，即個我同同學向下練習。我問嘅睇更加睇做嘅同學，問伊講，剛才等我用嘅妝，個好我個容易爽安尼。咁其實問題係對有位家人來講嘛，因為其實我能講我能夠Bianchi啦，哈，Bianchi其實也還是有一天那種危險性。其實你考空服人員嘅時間，媽媽有反對嗎？冇呢，伊就凊彩愛。嗰時你起碼講，你這個有想愛做乜事情，就去考嘅嘛，去考上嘅嘛，你這個要做係咪？係，反正我這個先咧，我這個負責都好嘅咧。咁對你來講，因為其實像有時候你真係講，我可能一心啱我一天做空服人員，嗰時可能對空服人員都在錄起後愛做乜事情一個地，咁你這個。我感覺到講，媽咪講前面好比到也一心如果做空服人員，然後一考，考上以後，一書卷題目，你這個有感覺到講，人哋書卷係安尼情形，係，真是幾模一樣。係，因為呢批以後啊，嗬，幫我考過33個考試，有差唔多30年的時間，我睇尼泊每日都係上課考試3個月，我同全部考試都通過以後，能可以上線。我考33個考試，3個月底部，等於如果一個月底部至少考10唄。係。咁冇考過咯？冇考過嘅話，一般過後一般補考嘅機會，補考一般冇過，還有一個 second recheck。冇過嘅話，因能會團踢出來呢。你等於講補考再補考，補考冇過嘅話，你真是都冇辦法。都冇辦法。可是人辦行真是有俾人踢出去哈？有，真是有呢。真是有，嗰時唔係教我哋做嘅。係，真是的。其實我剛剛都考呢啲冇安難，但是睇尼泊嘅3張嘢個困難。係哦，嗰3張嘢應用嘅數學呢一種內容，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好，其實尼泊爾能學到嘅東西，你睇尼泊爾真是學唔到。都像嗰度每一個飛機不同的機型有冇一樣嘅門嘛，每一個門有一次個操作嘅方式，還有讀到緊急狀況嘅時間，我用嚟去操作，用嚟去帶領乘客去逃生。其實每一個飛機都冇乜個一樣，但係一定要記得每一個步驟，還有一個 SOP 還有像日文啊，還有荷羅法，因為常用一定該注重荷羅法。就是講一啲東西，我日批以後能可以學得到，都攞俾講唔會接觸到嘅。嗰種同我哋一開始我像我哋外語上，我真是冇可能，因為我哋外語上嘅話，可能講你訓練係咪訓練講用嚟去冇可能用嘅法師啦，嚇日文啦、日本法啦，冇得講用嚟去做太人嚇。
可是其实伫尾学嘅东西，应该係同安全有关系嗰度呢吼，因為頭都同我講，無強嘅樣嘅飛機啊，安全問題呢，然後安全冇樣嘅開，然後還有講遇到事情嘅時間，安樣嘅去帶隊人客安全嘅去全部下飛機，係咪要講呢東西？係，真是的。可是嗰時間，即個當初開始去學到嘅東西，因為對有的開始一心都準備做空服人員嘅人嚟講，伊可能有心裏有大提供我學嘅東西。咁當初學嘅時間，你睇幾緊張還是感覺幾痛咯？其實幾緊張，但係也感覺到幾似，因為我哋聽到冇接觸唔到嘅東西。但係真是也幾多同學啦，恐懼我哋會講同學，一旦入來啊，嗬，推定上嘅模一樣都。嗰度都做唔冇幾叫做做嘅。哦，係啊。係，真是的。可是有的我買準備嘅幾叫，但是入來真實來做一間工作嘅時間，你推能上我冇咁樣。係，真是的。可是唔係講看薪水嘅高低啦，其實工作內容係幾辛苦嘅。像你安尼學了3週嘢，開始數學係通過嘅嘢，都馬上正式開始去，安尼講正式去上線嘅嚇。還冇呢，以往我經過3週嘢嘅試用空服員。啊，結果佢哋考試考核過誒，然後可以變成正式的。啊，咪記得試用時間比哪啊？100噸誒係比嗰種雅加達，啊重誒都嗰種美國加州嗰種洛杉磯㗎嘛。啲雅加達話差唔多4到5點鐘，係差唔多。但是我比到美國12點鐘嘅喲。可是等於如等講，伊用200試用期間，一方面測試唔斷長，好，一方面係從叫我哋講我高壓嘅嗰種廠商。200有乜嘅特別嘅經驗，尤其係佢先能試用嘛。等於講唔好講到出得來，馬上都上線咧。但是上線嘅話，一般斷長可能還好，但是係冇強用嘅關係俾伊啲銀行，但是伊啲廠商嘅時間其實都冇強用。佢200有乜嘅個特別嘅經驗冇？其實嗰時間幾緊張，因為第一擺唔係用銀客嘅身份送飛機，我記得所有嘅問題，還有遇到問題嘅時候，我用去解決。座艙長因為我先問一道唔學到嘅安全嘅問題，冇過嘅話，伊唔會送飛機。你真是唔會送啊，因為唔會送就收等於咧。真是咧冇送。唔過真是如果也幾重要啦吼。真是的。其實等於講，伊開始唔先工作，都等於你哋座艙長嚟問講。所有的考試的東西，真的心情會過摸。但係問題，你寫到幾篇的話，一開始，比如說我哋先講，你係先比短還是先比長的呀？我先比短呢。先比短呢？嗰陣上學時間都真係衝得搞嘅強樣下嘅所有的流程，比如說開始起飛，然後呢同他人去示範，而家翻冇示範吼，佢就看影片。係，而家看影片。然後示範係都開始等比到個平穩的時間，都開始送飲料啦，哈，送給啦，然後他也4點鐘應該話要傳。有個點心。嗰時幾時人哋話送給免稅研究？把它送免稅研究。可是比如講，你這個對以前嘅人常常會籌備研究提高，其實太部分啲行程亂嚟啦。咁變成啲公眾人員嘅時間，其實我經常講，我見家做乜我冇見家。真是會，因為我記得見家乜嘅時間，我做乜嘅事情，希望睇企嘅話，學姐都會過來問講，你見家做乜嘅？咩講頭看下學姐我做乜嘅，我能聽到你做下。伊要先問，可是我個緊張。可是等於講，你這個冇等到人家做，難以做。真是的，唔係先講見家用嘅，我可能先準備，我這個都提講見家行到哪嘅。咁我問講，乜個時間開始可以送提拔，譬如講我哋見家講，譬如講我哋比到一個平穩的地方，然後可能我哋那個安全帶燈可能還沒有按掉，但是你就發現講，我哋那空服人員已經開始在行路誒。佢乜個時間呢？我哋講可以開始去準備送點心嘅，無如講準備海的動作咯。一般來講，喺飛機比到一個安全高度嘅時間，座艙長伊都會打電話同我哋大家講，因為嗰時我哋坐喺七架 V 嘅嘛，伊會同我哋講。等下差唔多幾多點多，係更加可以開始工作嘅，大家要注意安全啊！嗰時座艙長我同人講，下一步做乜嘅？嗰時人喺小菜鳥的時候，都夾個空來，先去準備個，比如準備點心咩，準備要把個咖啡去裝好嘅，茶去裝好，你都先熱機咯，所謂。咁裝好咗以後，慢人工開始可以送點心嘛？我哋一個艙等會有一個
leader，都係像座艙長伊都會管規個飛機嘛，啊我哋咪有分商務艙同經濟艙，啊伊每一個艙等伊每有一個國泰都夠資深嘅啦，我來帶我哋一度夠細嘅。但係問題係幾多問題講，因為更加學啊，人可以上飛機嘅時候，像有啲位飛機伊會開始講，你這個係可以，譬如講有啲有示範咧，好有餐點的，可以睇乜嘅猶太餐啊，乜嘅素食餐啊，人到底乜嘢係乜嘢咯？嗰度一定銀行一定會先聽好，因為嗰啲上飛機以前都會先準備好嘅。啊，嗰是地勤嗰邊會幫我哋一份資料，啊伊會講。根本乜嘅人有點乜嘅特別餐，啊我哋睇一旦上來嘅時間，我哋都會先一推堆，可能伊坐喺那 V 嘅有溫模，因為佢把 V 嘅溫咧都會請唔到嘅人，嗰時我哋一定要同客廳講，有個人睇下冇溫，係時間到我哋都送，先會送俾伊安尼。嗰時候變成講，睇上飛機開始比以前的乜嘅準備嘅工作都先準備好咗。嗰種譬如，其實我哋坐飛機嘅時候，我感覺到講，其實嘅飛機嘅服務實在是幾好，但是也服務後輩係幾多人幾用心去準備哦。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翻嚟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你今日有請到來賓係今日正當值的我哋空中嘅服務人員姚彩萍，同時嘛喺我哋女配嘅推人員嚟現場，而通常能夠以形容我去考上我哋空中小姐嘅。我想問一下，通常我哋講到係短長嘅一啲服務嘅經驗嘛，長長咯，因為其實長長嘅問題其實好多，一方面要送嘅餐點好多，好，比如他跟你要設置三個主餐一個點心吧。兩串啊，兩串，整串一串點心，係啊，聽你講時間過長，會發生幾多事情吧？我呀，沒有讀過銀行嘅飛機當中暈倒啊呢。那怎麼辦？都會看飛機當中都會有醫生，係冇都護理人員，一定都可以來幫忙協助。啊冇嘅話，我哋可以打個嗰種充衛星電話，打一個 MedLink， 它是一個國際的一個那種醫療電話，可以直接聽你本有可能用來處理，因為同我哋講。咁人當初的訓練的時間應該有學講用來做簡單的嗰種急救的處理吧？係基本的嗰種急救嗰度都有。但是有時間其實每一個人分係啲原因冇共用，有時間也分係唔見得係心血管疾病的話，其實你貿然的做 CPR。其實根本上，還是先進一步的這種醫療的知識得到以前，還是真是可能用去處置伊啦。像我哋走神頭畢業時間，因為大洲的飛機，嗰度銀行完全是東西都來的，嗰是客同客人貼帶的，都嗰當然走神頭會暈倒。哦，係啊，係睇斷片數嘅時候都會暈倒。安尼可能的吼，而且伊都是伊太早的飛機的話，譬如講有時8點的飛機來講吼，就6點要 check in 嘛，可能4點路愛過走路對冇迄個地方過去。像我哋以前，我們記得大部分我哋出國忙同個桃園出去的時間，像我哋南部愛去出國的話，可能前2表11點的茶嘅，從4、5點鐘的嗰種。遊覽車坐到基本差唔多5、6點過早晨8點，尤其比美國的有時過早6點人嘅比，我感覺真是有可能，真是有像有啲驗屍過太嘅人，測試過太嘅人，伊按做好伊冇食飯，係本來見錯多突然係一下紅來，下冇問，然後下同胞冇問，香港人是怎樣咯？我哋都前面嘅地方不以先面到，再種一些像果子嗰度不以食，食得嘢下同可能都會過問題，慢慢的都會過好嘅。嗰種譬如講，其實長途嘅飛機吼，真係會幾多，唔單止講人幾多，事情嘛幾多，同時你做工作量嘛幾多。一方面我想問一下講，因為我真係長途我感覺到講，從我哋做銀行來講，我幫人吃飽飯都好衰冇嘅。但是我長途有時睡到一半，我發現其實幾多人在見，你都多係唔嘅手機嚟做嘛咯，都唔係做我係手機，嗰就變成講，
啊，想问一下，你这是有时間休息嗎？有啦，其實有。我哋一般來講啊，我會看伊個飛行時間來分。像講我哋比 LA 好誒，假設講要12點鐘，啊我哋會扣係頭前屯後背差唔多2點半鐘，我做送傳輸傳嘅幾條時間。還有準備嘅事情。係啊，剩嘅時間我哋對切一半，啊分2組嘅人去休息。都一組去休息嘅時間，一組嘅人都睇嘅。會看人家我有需要嘛嘅冇。你意思等於如果我哋平常比長途嘅時間，我哋看到人其實當一般嘅。係。哦，安尼哦，哦，嗰時比上去準備係咧，係比上去以後有一班人先休息。我等做係的。事情做係的啦。做係的。好。嗰時中間當班嘅時間都有一班人去休息嘅。可是問題係，你哋睇哪休息呢？我等我有一個時間嘅。時間呢？我等講 bank。哦，睇哪呀？睇2樓下還是講頭面咯？伊睇2樓，頭前嗰片國考機頭嗰片咧，係本機長一定休息的，伊啲時間咧，啊我等空服人員係睇中間，有一個門，啊打開來有一個樓棚可以上去，啊你不都嗰度洗面床啊？哦，要嗰時可以面啊下去。係，唔過佢洗啊，佢洗一間一間嚟佢洗。可是唔知個好水冇？我係算好水嘅人，佢一時面下都好水嘅。嗰時都變成其實嗰啲地方下樓睇下人都個部嚟講都出緊人上強下嚟啦。都對人講，嗰時對人嚟講，其實唔得話唔係講衰鬼好呢，而邊講6點鐘，講11點鐘來講嘅話，佢喺前面2點鐘，能存8點鐘嘛，好8點鐘。佢係還有後背哦，後背還有一團嘛。係啊，11點鐘減4點鐘嘛，存8點鐘，8點鐘分2邊嘅話，等於100歲，馬上睡4點鐘。佢將100，譬如講的 BLA 歸來嘅時間，大部分係隔1年吧，還是隔2年？至少2年。至少2年，啊，嗰2年睇美國嘅話算當班嗎？哦，你講比較多美國嘛？係。比較多美國冇一天呢，因為有嘅時間大好，我有嗰種5年班。可是5年班係對人起飛到過來，總共5年，嗰是中間可能會有2年啦，因為伊個時間冇一樣嘛。啊，下班咪會有4年的哦。都睇嘅。4年都真係。係，都過去，因為睇嘅應該能一年lang嘅。1年lang，然後又有時差。係。唔係講馬上到離個，你都馬上睡的。有時想要睡覺，真是的。有時候變成其實你講睇嗰邊有講嗰種有1年冇工作，但是其實你休息的時間嘛，應該冇咁多。該少誒。個後來這個路比長途嗰比國外嗰度還是比國內嗰度呢？我後來都跳過來高雄，因為拄好公司伊陣想要開高雄基地，啊都問看有人想要過來嘛，都跳過來。啊睇高雄呀，反而都以亞洲為主。亞洲鴉片，不是我哋講唔可以比到去幾多年的，都可能過1年都過來嘅呢。亞洲嘅話也分別到哪？到日本、韓國、泰國。哦，咁你話等於都可以當日都可以比到嘅嘛，唔是隔夜嘅度。係。嗰陣其實時差方面都真係夠好調。真是的，都夠好一些。呢方面其實貴到高雄。都因為唔係平常人嘛，其實貴到高雄地，你講你馬上都貴到都開樣嘅。係啊，係啊，是唔是嗰個地講基本佢都可能去啲，譬如講嗰種貴到日本馬聽日過來吧。到日本嘅話東京，像東京有過1年，因為伊哋嘅時間啊，嗬，比較長。啊，寒天嘅時間，伊嘅時間又會放得較長。嗰是講伊安尼1日去過嘅話，嘅時間會。休息時間唔拉白，嗰時一天會睇嘅係1年。像你這個比較研究嘅一個飛機，你有感覺到講目前嘅國家以米啲人嘅離客，嗰種人客嘅嗰種長途冇咁樣嘛？會啊，而且唔可以分得出講也係哪國人，伊唔是講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日本人大半都講樣講啊，個有錢人樣係咪？還是講？啊，伊陣都我撞一個槍，係啊，個有禮貌。係啊，伊陣。因為唔係講我打扮得過誇張啊，或還是以為伊有乜嘅問題啊，伊唔會直接同講，伊會下去以後能抱怨。日本人嘅習慣。嗰種伊當初唔好同講這個做某都以這個唔滿意，但是有下飛機嘅時間，有個客訴，差唔多。啊，太兩年咩？太兩年嘅話，伊冇先到，伊可以傳嘅像飯團麵，伊冇先到，伊可以唔怕，反正伊有好食都好嘅。都改學嘅。咁韓國人啊，你要比韓國冇？要韓國咩要？
韩国人的话，伊人过好是酒，每摆嘅啤酒都唔拉白用。可是上面的酒真的可以随你这个色哈？可以。啊，像日本同韩国，像因为伊定过好是酒，就是讲伊定会比亚两个国家的时间，伊个酒会上个高度。可是等于讲也讲说，一方面可以讲可以去无穷的国家，其实嘛，可是可以读到，这是无穷的，我能讲各式各样的人啊，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同时你这话题讲，怎样的去面对无穷样的一啲人，怎样的去面对？可像你这个有想我讲，要扮演因为其实你问题当成嘛哈，你这个扮演前提开始睇考研工作时都更加。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对人啊，无论个对个工作有影响有冇改变冇？其实我感觉到我因譬如因为学到的嗰度服务上面的技巧还有应对，就是讲下来的时间，你去那边像吃饭啊，还是去买东西，其实你没要去观察一顿。嘿，我感觉到，我推动有乜嘅跟无一样的地方，啊乜嘅地方去加完可以再改进安尼改进。同时嘛，我哋讲这个嘛系有做过讲服务人员啦。嗰时我哋讲，其实服务人员 help boy， 系咩？几辛苦？几辛苦啊！系啊，唔讲咪的服务人员都爱24点钟，然后常常都爱微笑待人。其实以前有时间压力嘛鬼大啊，事情嘛鬼多，可能所以冇。就都冇水好，但是马上我后来服务唔得。希望某个时间，有的时间，比如说我哋去吃饭推，我偷某个东西，阿姨听不用的，其实我哋咩可以理解，因为我哋不是安呢。像空服人员系你这个体的工作哈？咩？我体嘅工作系去新加坡嘅饭店嘅，系做服务人员。啊，服务员，嗰个几时节路一次路上过爱做服务业嘅工作系咪？从以前开始，其实嗰时阵係我想去国外，想去练，去講我練自家英文，有一個經驗以後，古來可能會過好前頭路，嗰時係安尼想。嗰時其實體的工作都去新加坡去飯店嘅咩？係飯店嘅。嗰時即新加坡飯店嘅發現，等於如果而家飯店業其實係改發展，嗰時而家選嘅應該係改貼，好改紮實。不過比扎實的話，其實我感覺長榮只是夠扎實，5星級嘅真是夠無一樣。咁問題，你這個問因為講，因為以前做過飯店嘅，嗰時幾時去做我哋嘅空服人員嘅時間，其實有一些我講，唔等於比一般嘅配的行業轉過來人有一啲準備嘅。有一個底子在嘅，嗰時你嗰時新加坡喺度係馬上都靠空服人員嚇。係古來有幾年以後能考嘅，有幾年以後能考。啊，除咗以外咯，咪有做過別的工作？啊，還有大學嘅時間有去個做客他鄉，咪喺客家電視台做客他鄉。客家電視台節目，其實很用嘅一種經驗，我可以試去做主持人的工作咯。嗰時間其實係我媽媽喺女僕嘅6堆文化園區做喺個問題做事，阿姨都看到一個資訊，伊都同我講，阿姨講可能我去試看到冇。我都想講好啊，反正大學上面冇乜嘅壓力啦，都去試看咯咧，結果都爽嘅啦咧。所以對人強細妹來講，我其實我哋嘅菜品嘅工作經驗實在幾豐富吼。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咯。翻過來復起來，上咗節目我哋內邊菜品可能講喺飛機上面發生幾多幾神奇嘅事情。菜品，你頭到最班嘅時間有講到講，這個天我哋客家電視台嘅做過台上地方做過一啲主持人，當初很用嘅機會可以是一種主持人嘅咯。其實嗰時係因為我媽媽睇6隊嘅客家文化園區女僕嘅片，而嗰時係問題嘅工作，有都看到一個資訊，伊都同我講，可能我一次看到冇。因為嗰時我問題讀大學，我都想講咩可以啊，反正大學上咩冇乜嘅壓力，嗰時我都去試看落安尼。嗰時100都比6次都錯嘅。係。因為佢特別的一啲我哋講尋找節目吼，因為係去外國，因為喺台灣本地係嚟行。嗰時等於去外國嘅話，你像幾時前錄音160個腳啊？我等係去嗰邊係去德國，還有西班牙，都一個地方都一個禮拜。
哦，一拜路一个礼拜去德国，然后马上路去西班牙，连腔下位哦，唔係講一拜留喺落古來，然後再一拜留喺本。可能安尼個省飛機票。冇唔錯，我哋一去都2拜全部留喺。咁其實算第一拜去做主持人，按這個緊張冇？佢緊張啊，冇經驗啊，伊又唔會同我講我按用嚟做，用嚟講，而且同我講好，今日等更加來推打咗一個講到乜嘅主題。都開始都全程都用客話講，因為嗰陣我冇乜嘅經驗，所以講我都幾緊張，嗰時個想講，嗰種加速加鼓來。嗰種，譬如講我哋講德國一禮拜嘛，嚇，德國一禮拜去過去嘅話，佢馬上工作嘅下，還是講優先本等，然後講聊一下，好，然後再開始工作。咩冇呢？都是把廠人哋辦咗了，反正都根本一成本，我哋愛訪問嘅人，可以等去來去等點嘅年代，冇都去等錄卡，都睇幾片都滿一等，我哋愛滿嘅東西安尼。因為佢從我講，我哋看到個節目可以從到我睇冇同樣嘅啲嘗試啊，冇都冇同我補件，譬如講以前可能等訪問人嘅錄卡啦，冇都嘢工作嘅地方。等於如果等最開始走成都按唔呀，都等於停頓意，然後係翕5年，馬上然後係咧。到另外一個地方，一開始翕，個人呢開始做後製啊。我其實而家工作其實等於講出去嘛冇到了呢吼。係啊，都。其實你一路睇等於。啊，美國台。但問題你這個其實按人強嘛，然後馬上都等於講做下你嗰個新小節目，其實你這個按你下來嘛，真係冇簡單呢。冇啦，都一個經驗啦，一個經驗的累積。因為你這樣講啦，你這個要做馬上入去國外新加坡飯店嘅，然後馬上又做個新小節目，然後後來又做我哋咧空服人員。等於講，其實你這個喺工作方面嘅適應能力其實係幾強嘅呢？應該算還可以。哦，亦係同這個還是一種交友關係，還是講媽媽都希望講，這個如做事條路一定要佢用心去做一件事情。其實講到一個我真是還佢感謝阿妹，因為如果唔會限制講我等於聽我做乜嘅，你聽我應用嘅，反正我哋做乜嘅伊都佢支持我哋，唔會去主動我哋。嗰時講我有幾多機會我都會吃，反正我自家錢嘅，我自家都會負責。嗰時講我都安尼可以累積到幾多經驗嘛。但是至少爸爸媽媽冇講一開始就講你這個做主持人要做好喎，要爬到樣嘅 V 嘅。唔會呢，唔會。但是這種可能，你做嗰種其實幾客氣啦，講這個有冇準備到考上空服人員，其實我相信幾多人呢講，靠我叫冇考上。都好運啊！運氣好係本分啦，但是可能以前工作累積下來嘅就，你有講講法啦，好冇都講叫做對人嘅對事嗰種態度，其實嘛睇人哋後來面嘅工作地位可能嘛有必影響到。係。還有因為我講唔會講唔會害羞啦，係我主動人家，我咩改好同人家打嘴鼓，嗰時講可能安尼沒有差，沒有差。係個重要嘅特質，因為當我哋做服務業嘅人，嗰種即係唔好同人接觸嘅話，其實係個冇因為每個人有希望講，他個人係看到一個側面，個開放嘅一種心態去面對嗰種人。也係咪同後來去參加我哋女僕嘅團員有關係咯？其實嗰種咩冇乜跟團隊嘅關係，因為都好也差嘛，嗬，我哋講冇比安多，因為更加以前嘅關係。我一個總同學亦都看到嘅資料講，更加睇女僕用嘅選團人員能夠試下能我一次看到冇？我都想講，其實嗰種咩佢呢，因為也差咩冇乜嘅事情，我都想講，咁冇來報名看咯，結果都真是有本來爽嘅。咁你陪團人員而家工作內容係乜嘅？都係反正向公司有辦國泰型嘅發通嘅時間，伊都會很邀請我去下去。都會去幫忙站台啊，冇都會上台可能講一些話咧。嗰時候變成這個係我哋內埔鄉的顏值擔當，唔係顏值擔當，唔敢，都一個像是形象大使啊，你感覺？因為你知道講，你這個講除了可能新加坡，去新加坡吼，係你這個嘅想法，好，但是你講啦。
去做主持人，迄妈妈看到诶。去做人哋讲空服人员，咪迄人朋友讲，啊来考看那无。做女仆诶太阳人，迄人朋友讲，你做看那无？你这个感觉到讲，全部迄夹条嘅几年去带你有一条路，但是如果你讲路很多人行，但是每一条路都行得几好啊。咩唔敢讲几好啦，都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经验嘛。因为经验嘛，还算是我哋国内航空公司的一个董事的人员嘛，其实因为我常常会谈到讲，其实喺空服人员里边，从扮演其实蛮唔算做几久的啦，有人19年的嗰度，19年的蛮几度，佢从唔等，叫我哋讲公司里边啦，吼，个体制里边有学姐制嘛。我呢，其实我哋公司头摆第一胎嘅空服人员，係去日本嘅航空公司學過來嘅，就是講有嗰度文化上面咧，嗰度東西係一定對呢個面 copy 過來嘅，就是講都會有一班嘅學姐學妹自然。因為日本人真係如果注重人哋改革，譬如講你嗌前批吼 help 人嘅東西，嗰種也要文化嘛，對日本嘅嗰陣學生航空公司要帶過來。我唔錯啦，因為其實從頭到講，你邊嘅當初對人學生喺日本嘅航空學過來嘛，日本嘅航空本來原來嗰種改革如果幾清楚，嗰種嘛有很多安尼一個文化。咁從頭來講嘛，其實嘛唔係講我哋講有學姐制安尼冇，因為其實伊哋嘅經驗真係都比人夠豐富。好，就是的。有時就做到1-2年嘅時間，你會發現到講，其實他可以做些事情共用，但是伊哋嘅經驗如果睇過緊急嘅時間。我出來，因為唔係冇處理過，都可以派上用場。係，等都處理過。嗰種其實講唔係講有學姐制，唔係講唔係講冇。咁種一般來講嘅話，從我哋人客來講，我哋看得出乜嘢係學姐，乜嘢係學妹係。衫褲有冇共用嘛？還是講有。衫褲一個色什麼樣？伊哋個襯嘛，還是個貪嘛？誰講叫我個貪是嘛？像我哋近港我哋公司一般嘅空服人員係橙色的，係啊，像座艙長都替他係粉色的，係啊，還有一個係粉紅色。粉紅色嘅話，亦都係都帶我哋每一個艙等嘅一般嘅空服人員嘅，都有3種色。對衫都可以是有分。咁嗰種我全部搶嘅地方可以分得出乜嘢係學姐。一般來講，買免稅品咧係替之前嘅最菜的，因為買免稅品，佢咪會賠錢啊，賠錢嘅話一定都會很個菜。都買免稅品會賠錢咯。因為有時要輸錢啊，輸人審查嘅話，佢算唔出界嘅。啊，還有講提商務艙服務嘅都係個資深嘅一般空服員，係都像我更加都係玩提商務艙。嗰時我係強勢嘅，可是我提強勢你不會係高職層咩？係高職層咩嘢？係啦，可以。都可以提供講，因為能夠馳騁以後，能可以服務嗰種個 VIP 嘅一啲人客，因為可能伊哋愛服務嘅嗰種項目啦，無嗰種地方冇共用，咁嗰一批都開始會賣嗰種免稅商品。嗰種免稅商品嘅話，因為我哋從頭提講，其實早期啦嗬，有的人翻入前時喺度，入嚟陳小姐講，小姐我要那個什麼什麼東西。有就是話，以為人還會講，伊買唔到，都是以為佢想先同我哋講。我都覺得講，翻入前時很嚴重。因為伊上來都同講嘅哦。對啊，像我哋情形嘅話，人家講，唔但係上面嘅東西係一天有固定嘅量吧？有。因為唔可能講我哋無限量嘅裝上去啊。咁像我哋嗰種有多到有嗰種限量嘅商品，有種嘢上來都馬上嗰種能用去處理咯。嗰種我哋會推斷講一般來講啊，吼，你自己有想要改動的話，我等會建議人先對網絡上面先預購，因為預購的話，我一度的量，伊會同送一到唔錯的嗰幫飛機當方，啊，都可以直接提當方付錢，都可以拿轉去的。啊，他係講，假使有量的人客想要買一樣的東西，提飛機當方的話，都看乜人先同我哋講。可是我有個問題，真是上面的東西夠便宜哈？我因為係免稅，啊有折扣的話，又可以再打折。嗰種也免稅同埋免稅店的免稅冇共用哈？免稅用，它有嘅係飛機當空限定的。飛機上面限定啦，係啦，看到幾多佢新聞講，這個飛機限定呢？係啊。啊，是真是哈。
坐飞机才有的。我想问你，其实虽然人家疫情地方我哋人家几多的飞机都冇飞，但是还是有几多的人希望讲下一班等疫情恢复以后，你还是可以做我哋的空中的服务人员。咁你係咪有乜嘅經驗？比如講建議幫嗰度，嗰種而家下一班愛開始做空服人員嘅人，有乜嘅建議嗎？其實空服人員係一個完美差嘅工作，雖然講嗰度細妹我感覺到一個工作可以安尼種嘅講啊，出去攞杯料，但係唔愛有一個熱忱，因為入來也好，唔愛面對幾多嘅人客，還有幾多嘅同事，就是講唔愛自家有熱忱啊，唔愛想講我喺入來呀，要做幾久，還是只是想要進來體驗一下，唔愛先有一個想法，安尼反而咱可以做嘅個快樂一些。我想問一下吼，你自家本來以前有做過客家嘅嗰種節目嘅主持人嘛？啊，客家天後來去做空服人員是有派上用場嗎？都講客話嘅人還是可以。可是變成講至少談嘅嘢我感覺到個親切啦。係，因為一定上飛機嘅時候，我都談到一定係講客嘛，都講，我講大姐等咩行業咯，等哪行業啊？係女陪嘅，一定都會佢聽，我說哦，唔咩乜講客咯，如果同佢打嘴鼓。另外嗰時是談到客話，我感覺到個親切。係，一定都行程中嘅見錢嘅。其實佢今日節目裏邊我都發現講蔡依萍其實演演技過強，但是伊做過幾多嘅勢頭。但是對啊勢頭裏邊，我發現講蔡依萍係一個對工作佢有熱情，同時嘛佢投入嘅人。今個感謝蔡依萍來到現場同我分享安頓做空服人員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大家聽下現場來運動一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好了，開始同先生來通下來讓步，來做一點暖身哦。唔前放起來嘅，夾放來同先生通下痛哦。來打口嚟，下空嚟，快哈哈，你嘅身體一空來哦。跳牙本嚟爽，嚇？緊跳本嚟。前面，往前面。你繼續聽好啦。能步本嚟，打口嚟，合口嚟，打手唔該數。
口來。可以哈，好不好哈？好，開始哦。挺爽哦，是耶，打口來。加油哦！南部本嘅，開始成天一空來啊！嗬，快黑黑來。再來個切條，然後來。前面，後背，再次前面，後背下，好，加上幾掌。數地面胯下，來幾掌。停上拍，慢慢嚟做。好，夾嘅開始哦。南部，緩和一下哦。再來動作，同嘅個切條牙膏哦。可以哈，準備好哈。臀線上痛下做牙膏，盡量靠近你的胸口哦。好，彎片。再彎片，1、2、3、4，好，彎片來，1、2、3、4，夾嘅來。彎片來，1、2、3、4。注意的動作，後踢腿哦，你腳底後背哦，跑步哦，是可以擺後背去，盡量哦，踢過來哦，是流汗的哦，一粒量的，一粒量的。停上拍，快休息一下哦。好，南部可以嗎？動作好歪嗎？好，腳踏過來。呢條呢，你兩條，下去，再下去，彎片，再彎片，好，腳
腳。做係有氧運動咯，心肺功能和事變強，更加重嘅肌肉伸展。好，揾片嚟。拿重跳開始哦，體嘅動作開合跳，還記得嗎？準備好嗎？再來，加油！注意哦，挺爽哦！胯下擊掌。來，繼續跳起哦！抬腳準備哦！完片。再來。完片嘞。好，跑步了。一列兩個。南部邊啊？繼續跳起哦。跳起，緩和一下你的呼吸，突然人類身體來做一個伸展。完片來，請用綁衝來哦。啲前面跟數，好人過空來。南鋪，來呼吸到最明白哦。準備開合跳來。胯下擊掌。抬腳來。小跑步。南部不愛。嘻嘻。跳起。今日動作學會嗎？學會哈，慢慢地從線上來通下來運動。那相信下擺你一天天來到誒，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